咱做伙来学乐主。学乐主。阿拉主，哈利路亚！阿拉主，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阿拉主，哈利路亚！阿拉主，哈利路亚！一切荣耀，一切荣耀阿拉，拢归我主我的心。一时空地保佑甲阿拉，阿我大声阿拉，我主耶稣的名。哈利路亚。学乐主，阿拉主，哈利路亚！阿拉主，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阿拉主，哈利路亚！阿拉主，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这首诗歌对细汉唱到即马遐大汉啊，这首诗歌呢有一个标准版的动作，唔知影大家敢有记哩？你会唱着我？当你唱着台湾大声学乐，哪会无着我？台湾大声学乐，高举耶稣的名，哈利路亚！好，学乐主，哈利路亚！学乐主，哈利路亚！然后哈利路亚！好，咱做伙起立，用咱的身躯，用咱的歌声，咱做伙来学乐主，一切荣耀，一切荣耀阿拉，拢归我主我的心。一时空地保佑甲阿拉，哈利路亚！阿我大声阿拉，我主耶稣的名。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学乐主，阿拉主，哈利路亚！阿拉主，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阿拉主，哈利路亚！阿拉主，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一切荣耀，一切荣耀阿拉，拢归我主我的心。一时空地保佑甲阿拉，哈利路亚！那我大声阿拉，我主耶稣的名。哈利路亚！学乐主，阿拉主，哈利路亚！阿拉主，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
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谢谢。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，我的我心命中，我的一生的我出你旨意，我伟大，这最你欢喜的家庭，我的一生为当中的你荣耀。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，我的我心命中，我的一生的我出你旨意，我伟大，这最你欢喜的家庭，我的一生为当中的你荣耀。对头来唱。主，求你保守我的心，我的意念，让我会当遵他你旨意。我愿将你的话放伫我内面，做土上的光，成做我脚前的灯。主，求你坚固我心事，赐我开朗，让我会当勇敢向前行。我知有时我会软弱过，摇带，求你引带我，让我袂话行袂路。我需要你，我的我心命中，让我的一生为我出你旨意，让我伟大，这最你欢喜的家庭，让我的一生为当中的你荣耀。感谢主，互咱搁经过平安的一个礼拜，咱会当搁坐伫遮组织这聚会，来敬拜伊，来亲近伊。我想咱每一个人伫即礼拜中间，咱拢真努力、真认真伫咱的，无论是工作顶面，还是伫咱的家庭顶面，还是伫咧教囡仔的顶面，还是伫逐样的关系中间，咱每一个人拢真认真。咱拢真努力，但是当咱有需要的时阵，也是当咱有烦恼的时阵，咱第一个是挖靠啥物？是挖靠咱家己搁较努力的，搁较认真的，还是咱第一个是挖靠咱的上帝？这是最近上帝对我的提醒。伫圣经内底。圣经说，万军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，方能成事。乃是依靠我的灵，方能成事。所以我要邀请咱每一个人，搁继续唱这首诗歌的时阵，你将你家己的需要，伫这礼拜中间你的烦恼。咱来甲主讲，主啊，我需要你伫我的生命中。主啊，求你保守我的心，我的意念。
主啊，求你坚固我对你的信心，使我开力。主啊，求你引带我，互我袂话行迷路。咱家己来对主讲，主啊，我需要你。主，求你保守我的心，我的意念，互我会当遵行你旨意。我愿将你的话藏伫我内面，做路上的光，正做我脚前。主，求你坚固我信心，使我开力，互我会当勇敢向前行。我知有时我会软弱甲摇晃，求你引带我，互我袂行迷路。需要你，我伫我生命中，互我的一生会活出你旨意，互我会当正做你欢喜的囝儿，互我的一生会当彰显你的。我需要你，我伫我生命中，互我的一生会活出你旨意，互我会当正做你欢喜的囝儿，互我的一生会当彰显你的。静静听，静静听，我要静静听，我要欢喜讲听主的声。静静听，伊的静静听，我的无遮认得我的声，伊是大无遮生命的主宰，我一生只听咱主的声，伊是大无遮生命的主宰，伊的幽灵伫伊的声。主啊，我要静静听，我要听你的声。求你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用诗歌、用圣经、用经文、用无数的讲道中间，主啊，求你来亲自来对我讲话。主啊，我要静静听，我要听你的声。静静听，我要静静听，我要欢喜讲听主的声。静静听，伊的静静听，我的无遮认得我的声。伊是大无遮生命的主宰，我一生只听咱主的声，
伊是大牧者，生命的主宰，伊会游临伫伊的声。静静听，静静听，我要静静听，我要阿耳空听主的声。静静听，伊在静静听，我的牧者临伫我的声。伊是大牧者，生命的主宰，我一生只听咱主的声。伊是大牧者，生命的主宰，伊会游临伫伊的声。伊是大牧者，伊是大牧者，生命的主宰，我一生只听咱主的声。伊是大牧者，生命的主宰，伊会游临伫伊的声。静静听，静静听，我要静静听，我要阿耳空听主的声。静静听，伊会静静听，我的牧者临伫我的声。会众请起立。既若求叫耶和华，既若诚心求叫伊个，上帝拢亲近因。上帝成全敬畏伊个人的心愿，伊听见因的求救。这是咱三甲来坐念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使徒圣经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12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阁活，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公堂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这是请咱犹原徛地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主，你是伟大的上帝，堪得阮一切的称赞甲学乐。我要用祈祷的来到你的面前，诚心来敬拜你。愿你将宝座设立伫阮的中间，互阮进入你的至圣所来敬拜你。主啊，阮知撒旦伊无爱阮来学乐你，因为当阮学乐你的时，阮就对你来的溃力会当征战得胜。当阮敬拜你的时，魔鬼就离开阮逃走啊！主啊，阮要感谢你，互阮有性命活开，
会当来到你的圣殿来朝见你。求主也互阮真实体会，入捌至圣的主宰是阮一生上大的福分。虽然伫生活中，阮会拄着艰难甲征战，总是阮知上帝你一直陪伴伫阮的身边。阮也确信，流目屎也精致的要出欢喜的声来收割。是阮的主，阮要好胆来就近你，通受怜悯，也得到稳定，做阮及时的帮衬。阮要承认阮的不足甲软弱，来向你祈祷。求主赏赐阮信心，来经历祈祷所带来的祝福。主啊，阮相信照着阮的祈祷，万军的耶和华要为阮排泄恩赦。你要安慰阮的忧伤心灵，医治阮的辛苦病痛，赏赐平安伫阮每一个人。愿主赐福伫新的一年，永福教会人人同心合意。每一位兄弟使用主你所予阮的恩赐来服侍上帝、服侍众人。伫服务社区的事工顶面，求主引带帮衬，互阮用更较有效果的方式来传扬福音，肢体相疼陪伴，互信徒甲无道的人，拢真实体验经历着上帝的疼甲稳定。即时，阮要邀请圣神临到伫阮。今仔日的聚会对头到尾，愿主带领，也愿主感纳。伫你的面前，安尼谦卑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会众请坐。这是咱三甲来交托启应文，启应文第55篇，也是马太福音的第6章。启应文第55篇，我来刻，请大家来印。毋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什么，要啉什么得操烦。性命减毋是比食物较重要。恁看空中的飞鸟，因无种植，无收成，嘛无囤积粮食伫仓库。恁减无比因较贵重。恁哪着因为要穿什么操烦？不过我甲恁讲，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，山野的花草今仔日得活，明仔载互人ฮ็落火炉。伊减袂搁较甲恁糟蹋，所以恁毋免操烦讲，阮要食什么。这个拢是外邦人在追求的，着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。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操烦。一声，一日的艰苦一日长。这是咱做阵来供受上帝的话。圣经记载伫马太福音16章第13节到16节。新约马太福音16章第13节。耶稣已经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界。问伊的学生讲：人伫讲人子是之罪？因讲有的讲是行洗礼的约翰，
有诶讲是以利亚，阁有诶讲是耶利米，也是先知人诶一个。伊就甲因讲：若是恁讲我是之水，西门彼得应讲：你是基督，真活上帝诶囝。你是基督，真活上帝诶囝。这是咱最近来读即礼拜诶金句，台语诶部分来最近来。西门彼得应讲：你是基督，真活上帝诶囝。我们来华语来念一次。西门彼得回答说：“你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儿子。”这是俄勒，咱要请圣歌队，圣歌队所要俄勒的是来主身边。
是请来到主的身边，伊在等待你，伊也在轻声叫你。接续讲道，咱要请林家宏牧师。林牧师所要讲道的题目是《耶稣是主》，咱将时间交予林牧师。大家平安。感谢咱的教会接纳今日真做咱总会国内外宣道奉献主日。感谢咱的教会为着福音的事工，咱每一遍牧师用第三者来到咱永福教会做礼拜，通讲是一种的享受。你有感觉真做永福教会信徒有福气无？有阳光无？做礼拜叫做心灵 SPA。所以，当咱伫礼拜9点半到即个时阵，你的心有得到透放无？有无？还是愈听心愈沉重？还是愈听愈拄久？因为咱过去为什么咱总会要设立即个国内外宣道主日？过去咱的台湾民治还未开，152年前，宣教师对国外来到台湾，将西洋、将福音的智慧官兵带来伫台湾，不过经过152年了后，咱台湾有困难，对咱家己本土内底，将咱的青年做真好的造就，送到伫世界各国，成做宣教师。也因为安尼，今仔日伫即个总会所定的主日的中间，望阁一遍唤起咱所有兄弟姊妹。咱真做已经是受人来将福音传予咱，像是即个时阵，咱台湾每一间教会、每一个信徒，你拢有资格，嘛有即种的勇气甲智慧，通借着上帝呼召，官兵智慧到伫海外来宣教。当然，海外宣教甲国内宣教，迄种的程度差真济。所以，因为差真济，无论伫财力，无论伫教育，无论伫能力的方面，拢需要在座兄弟姊妹继续来关心，继续来奉献。若无咱的支持，咱要讲宣教这个问题，永远拢接受西洋人即种的传讲。所以咱望伫今仔日的主日，恳求圣神伫咱的中间大大做工。伫即个所在，牧师阁甲咱请教，咱永福教会有出牧师无？出几个？捌算过无？咱即马目前，咱永福教会有人咧读神学院无？有无？若无的时阵，恳求上帝将即个宣教的义上甲政治放伫咱的心内。有一天，咱的永福教会要亲像一个福音的大本营。对咱永福教会培养的青年送到伫神学院造就了后，代表咱永福教会，代表咱总会，代表咱长老总，到伫世界各国去宣扬救世法度。咱有即种的阿门无？信仰是一种的行动，所以每一遍咱参加主日礼拜，虽然今仔日是国内外宣道主日，总是咱有缘参与伫国内外即种宣教的计划中间。所以，望毋通互咱传福音即个心志，对着即个时间的变迁带愈来愈冷淡。反正，无论咱是年老还是少年，无论是查甫的还是查某的，咱拢望有一天，咱拢要成做宣教师。总是呢，因为今仔日是咧讲国内外，但是讲上近呢，你有传福音无？你厝边的人有无？有无啦？你有传福音互恁厝边无？有无？来，咱搁说法几摆，说法几摆。你有替你的某翁祈祷的人，请举手。一个、两个，无够1/10。好来，人咧讲吼，上歹传的，就是你枕头边啊，即个人。若是咱有法度日日为着咱枕头边的人，为着咱厝内人来祈祷，无需要讲，咱的宣教的困难会大大影响着整个咱所徛起的即个所在。所以，望咱每一遍把握着咱主日礼拜，对圣经的话，对圣神的祝福，互咱每一个人拢有困难，为着咱身躯边的人，咱所徛起的倒数，大大来做宣扬的福音。所以，伫今仔日牧师用即个题目叫做耶稣是主，甲咱三角来分享。
特别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，讲到耶稣伫该撒利亚腓立比这个所在，问学生一个真重要的问题，就是人讲我是治罪。当然，治罪这个可能人听无，因为这是下问音。治罪就是讲呢，人讲我是啥物人？其实咱做一个基督徒，通常人拢会问你是某人。来，咱的圣歌伫的指挥，请问你是啥物人？我咧问你是啥物名？哦，伫教会担任啥物职务？咱来拍波啊！好，真简单安尼，我们没有套话啦，就是讲呢，做一个基督徒，你要真清楚你是啥物人。当你知影你是啥物人的时阵，你较法度甲人讲你是啥物人。同款的问题，当耶稣问这学生讲呢，人咧讲我是啥物人的时阵呢？迄个时阵，学生就引用当时的人的讲法，因就应讲，有人讲你是加色的约翰，有人讲你是以利亚，也有人讲你是耶利米，也是先知人的一人。当学生这讲法，耶稣听了后，伊就搁进一步问学生讲：安尼，恁讲我是啥物人？伫经文甲咱讲，西门彼得马上应讲：你是基督，永活上帝的囝。那亲爱兄弟姊妹。这个对话发生的地点伫该撒利亚腓立比，这个地区伫加利利海东北边25里的所在。但这个所在真特别，因为犹太人认为伊是约旦河的源头。但这个地区原来名叫做佩尼亚。佩尼亚呢，这个所在呢真特别，因为伊是敬拜希腊大自然的神片，所以这个所在的地名嘛对这个所在来产生。但主前20年，罗马皇帝将这个地区赐予这个犹太大希律王，所以大希律王为着要感谢罗马皇帝，就伫这个所在起一间真大间白色大理石的该撒庙，也把这个地区改名叫做该撒利亚。总是伫主前6年，大希律王死了后，又就将这个领土分予伊三个囝，伊第三个囝腓力分封到这个所在。因为呢，伊分封到这个所在，伊有去把这个该撒庙做美化，而且把这个所在的名改换做该撒利亚腓立比，因为伊要甲地中海另外一个该撒利亚城做一个分别。当然，当这个腓力伊登基了后，将这个该撒庙美化，所在嘛改名。不过，当伊死了后，罗马皇帝佮把这个地区赐予一个犹太王。后来，犹太王希律安提帕为着要尊敬罗马皇帝尼罗，又佮把这个地区的名改做尼罗尼亚。所以可见呢。这个地区呢，对原来呢佩尼亚到伫这个该撒利亚，对该撒利亚腓立比到伫尼罗尼亚，伫这个名转变的过程中间，讲一项事实，就是现实世界就是统治者咧决定一切。所以呢，学生伫这个所在，个别耶稣是主，是有真大的启示。当学生伫该撒利亚腓立比信仰做这个信仰个别。另外一个意思是讲呢，伫世界诸宗教的中间，个别耶稣是主。咱亲爱兄弟姊妹，该撒利亚腓立比这个所在是古早阿兰人所住的所在。当阿兰人因敬拜的神叫做巴力，所以呢，这个历史中间呢，因这个巴力的庙捌留了14间这种辉煌的这个记录。佮另外呢，希腊人认为呢，这个所在是神圣，是因敬拜大自然片出世的所在。相时犹太人嘛认为呢，这个所在是约旦河的源头。佮另外，这个地区嘛真流行罗马皇帝的崇拜，所以伫种种的宗教的情景内底，学生个别耶稣是主，也有真大的启示。所以以下牧师要针对今仔日的经文分做3个部分，甲咱三个来分享。但第一个，伫现实社会强权体系中间，个别耶稣是主。咱亲爱兄弟姊妹，
他在无书有简单将该撒利亚腓立比无论是地理，无论是即个人文的历史，简单来介绍。其实呢，该撒利亚腓立比，伊是代表着人类现实社会强权的体系。人类历史的发展，拢有一个社会学的因素，就是有权的人，伊是最后来决定什么会叫做正统，什么会叫做异端。所以有人批评讲，历史就是胜利者的记号。亲像咱若看早前美国西部的电影中间，无论安怎战争，最后拢是白人得胜，红番印第安人一定最后拢被同化。甚至呢，咱若看到拉丁美洲因近代历史也通说明这个事实。亲像哥斯达黎加伫西班牙的话呢，叫做富庶的海岸；哥伦比亚呢是纪念哥伦布；委内瑞拉呢是以西班牙的话叫做小威尼斯；那阿根廷西班牙的话叫做印度。总是呢，伊原来这地区印第安人所号的名，早就已经无人记得。咱若以台湾做例来讲，恒春早前原住民叫做人潮，后来因为清朝来一个大官，看这个地区的气候袂歹，四季如春，伊就运用伊的统治力，把这个地区改名叫做恒春。来，伊的隔壁车城也是同款。早时原住民称车城叫做古壁湾。因为咧所在有海龟咧出入，总是呢，郑成功来到台湾了后，伊就派兵伫这个所在固守，也因为常常甲原住民起冲突，不得不爱做这个石墙。总是这个石墙的长度有限，效果无好，所以呢，伊就伫这个石墙的外面加装大基茶来补强。所以因为安尼。所以呢，伊就得到这个车城这个名。总是呢，后来呢，因为口音的关系，车城就变做车城。来，搁伊的头前屏东也是同款。屏东原来叫做阿猴，因为这个所在猴真济，甚至呢，搁有高山咧比赛。总是呢，郑成功来了后，伊嘛感觉这个猴无好听，就甲伊改做阿狗。阿狗。这个狗就是郑成功伊的宝剑下骹迄个丝巾啦，叫做钩。所以呢，因为伊感觉呢，把这个阿狗换做阿狗，对伊来讲袂歹。总是呢，因为统治者伫高雄的半屏山看到东方的这个阿狗，感觉无好，所以呢，伊又搁把名改做来叫做屏东。咱若有住伫高雄的人。高雄有一个叫做地的青湖，陈清湖，伊原来名叫做大鼻湖，总是呢民国43年，伊甲伊改做大北湖，大北，这个贝壳的贝，总是到民国52年的统治者认为，因为伊是讲国语的，这个大贝，贝壳的贝跟大杯，大杯，大杯原来迄个杯是一个水杯。总是呢，因外省人呢，把这个大悲，把伊念做大悲，悲伤的悲。所以这个大悲伤的湖呢，对因来讲呢，真无结条，后来叫做定清湖。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台湾有真侪古早的名，因为统治者的溃烂来甲因改名。这种的改名就亲像今仔日咱所读经文所讲，该撒利亚腓立比一样，伊是象征着现实世界强权的体系，因是咧决定一切。不过虽然咱了解到这种过去到现实有关系的人咧决定一切，不过呢，罗马强权的体系最后也是因为军事费用来帮盘。咱来看目前美国，伊虽然是现今强权的体系，总是因为伊要扮演着世界大兄这种的角色，所以伊面临着不断军事的扩张所带来的经济危机。所以到现在是2018年，虽然呢，川普伊做现任的总统，总是美国已经毋是处处拢咧做第一。亲像呢，史里贝克。
这个银行已经退出世界银行前10名，所以呢，这嘛通讲呢，是属于该萨利亚菲律宾这种强权的体系的悲哀。所以呢，伫法国真有名的这个拿破仑，伊讲了一句话，伊讲呢，伊所征服的是外表看会到的土地，总是基督，总是耶稣。伊所征服的是看袂到的内心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伫现处时，咱会看到咱台湾，咱所徛起的所在，好亲像呢世界这种该萨利亚菲律宾这种的强权的体系，世界拢有。所以，咱做一个基督徒，伫这种强权有关系这种现实的社会中间，咱一定要坚持咱的信仰。无论现在社会伊强权的体系下面，无论咱的公司，无论咱的环境，无论咱所徛起的所在，虽然伫这个强权体系下面，总是咱犹原要有勇气来告别耶稣是主。但第二个，咱要伫自宗教流行的社会中间，来告别耶稣是主。但该萨利亚菲律宾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咧讲自宗教的流行，因为呢，因有拜土地公巴力，嘛有拜这个大自然的神片，因嘛有敬拜罗马皇帝等等，所以伫遐尼济无共款的宗教的情景中间，耶稣的学生伊真清楚。知影伊所信的宗教是啥物货，伊所对的列比是啥物人，所以真清楚告别耶稣是主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伫台湾这个岛屿徛起，有时阵咱目睭一看，特别伫咱的中华县市呢，真亲像该萨利亚菲律宾一样，伫咱所徛起的所在，流行着真侪无共款的宗教的敬拜。亲像土地公，伫咱台湾就真兴。咱台湾话讲参头参尾安怎？土地公。所以伫咱台湾的传说的中间，土地公比土地婆较有疼心，因为土地公呢对天顶派到伫凡间，是望讲呢世间每一个人拢有钱通过快乐的生活，总是这个土地婆伊反对。这个土地婆伊认为讲呢，世间爱有送香甲好嘢，因为呢，若无有这个送香甲好嘢，安尼有钱的人要嫁查某囝就无人甲伊扛叫。所以安尼若讲起来，咱台湾人也真现实。既然这个土地婆安尼对待世间人，所以人就无爱插伊。所以伫咱台湾这个岛屿，土地婆就无亲像土地公遐尼受人欢迎。另外，伫咱台湾，这种敬拜的现象嘛真济，特别若讲到大自然的敬拜，非常的济。亲像呢，台湾咧拜石头公有9间，拜大树公的庙有21间，宜兰的天兴宫拜这个山鸟，东石元宣宫拜狗神。若讲到水火，台湾嘛有水德星君甲火德星君。海有四海灵王，火有火之神，风有风神爷，雷有雷公，电有四那婆。差不多伫咱台湾四周围呢，咱会看到呢，台湾充满着这种大自然迷信的崇拜，非常的多。相时呢，咱若搁来了解台湾民间宗教，因咧敬拜的内容，嘛反映着这种政治体系的崇拜。亲像呢，咱若去鹿港的天后宫，天后宫呢，通讲是一个好亲像是一个总统府。什么叫做总统府？因为呢，民间宗教因认为天庭最高的人叫做玉皇大帝。这个玉皇大帝亲像皇帝一样。伊的下骹有3宫大帝，就是天地水。教育部长叫做文昌帝君昌吉，农业部是这个神农，接线呢省长有府城的上皇，州长也有州的王爷，官嘛有官爷。
所以到即仔咱会看到民间宗教，阁有蒋中正的庙。所以呢，对即种民间咧，遮所咧拜遮的名称也是神的时阵呢，拢是咧反映台湾人伫即种的民间宗教的信仰中间，因对即个政治体系的人脉无清，所造成即种的宗教信仰。当然，咱台湾基督徒伫即种的宗教情境中间，咱基督徒是毋是通坚定来告别？来讲，我信耶稣是我的主。咱有即种的告别，也是讲呢，我去做基督徒，毋免告别。有人拢知影我是基督徒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你敢有即种把握讲呢？拢伫一个青分的所在，徛伫迄个所在，人讲呢，你是基督徒，你有即种的把握无？有无？阮圣歌队有，阮即个少年的技术有。来，少年的技术，请你起立一下。为什么牧师要请伊起立？你看伊的形，有像基督徒无？对像，是毋是伊即个所在有一个十字架？敢是安尼？无，阮圣歌队真赞。毋是因为伊的生命都头前一个十字架叫做基督徒，毋是，是伊的气质、伊的眼神、伊的形象。所以徛伫即个所在呢，伊莫甲人讲呢，少年呢，你可能是公务人员哦，你毋是教授，就是老师哦。所以若安尼问时阵，来咱执事你安怎回答？咱来问讲你什么职业？你的职业是什么？我是制造业。制造业。好啦，歹势，请坐。有真侪时阵，基督徒的气质真正无共款，真诶。徛伫一个青分的所在，伊所徛的所在，迄个氛围就改变。这个叫做基督徒。有时阵咱基督徒，你毋免讲，人就知你是基督徒。是因为人知你是基督徒，所以你毋敢伫生活的中间来告别。我就是基督徒，亲像咱若是会友去菜市仔买菜，你敢讲你是基督徒？请举手。敢伫菜市仔讲我是基督徒的，请举手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阮牧师娘伫遐吼，是5、6、7，好，袂歹。为什么牧师要安尼讲？你敢知即摆菜有贵无？足贵对毋对？以前咱若买菜时阵呢，迄个加一个，迄个加一个，迄个小送对毋对？总是即摆菜真贵。你若讲呢我送，即个物件吼嘛，佮加一个，你敢讲？你敢讨价还价？敢请举手。你若表白讲呢，我是基督徒，总是即个物件佮甲你讲，你送这个300，好，来即个290。你安怎讲？较俗的啦，250啦。无卖。基督徒，你敢安尼讲？敢无啦？真诶假的？信仰告别就是咧讨论即种诶问题。今仔日牧师教安尼，恁会感觉怪袂啦？牧师若甲咱学牧师徛做伙，我真正无成牧师，有成无啦？真诶假的？感谢恁呢，日行一善，感谢主。其实真要跟虽然牧师教安尼，总是我莫讲话时阵有一个限，是毋是？牧师拔起来，骹若拔起来，有真严肃无？总是呢，我若喙红叫做殡葬业。所以咱的生活呢，每一个时阵，每一个身份，拢咧告别耶稣是主。所以伫即个时阵，咱永福教会伫遮设立偌久啊？50几年啊！来，咱有张了一只无？阮长老在这边嘛？咱的第2张了，伊伫顶管。后来无论是偌久，咱伫即个所在设立，牧师要考劝咱在座兄弟姊妹，无人甲你讲，什么话？你的时刻拢爱告别，你的信仰是什么话？有人伫咱的车内底拢搭一只鱼仔，对毋对？迄只鱼仔有写几字希腊文，恁知影什么意思无？耶稣是上帝的囝啦，希腊文简写。总是有人
会问讲奇怪，台湾也无迄个品牌啊！你讲 Toyota 还是奥迪的面轮，哪有迄种鱼仔牌啦？所以有真侪时阵，你来开迄只鱼仔开出时阵呢，你敢闯红灯吗？咱讲闯红灯啊，你敢超速？有一遍阮嘛是教我，毋是教我讲台，就是即个肖之明牧师吼，美光教会去中华教会咧募款。伊讲伊有一遍真晚，伊当阵伊派伫台东的太麻里，因为真晚，伊开车开真紧，开福音车，因为福音车呢后壁嘛搭一只鱼啊。结果伊发现头前有一个人开了足慢，可能佫有啉一点仔酒，因为车拢咧撇来撇去，歪来歪去。总是小牧师伊讲呢，哎呀！因为开了真慢，你知影东部的路真紧吼，太麻里遐路算还不错。伊就想讲咧，哇，若个慢慢啊控控倒去吼，因牧师呢吼会真烦恼。伊就想讲咧，无车，佮暗时，方向灯拍咧，拐过闪过时阵呢，伊想讲咧，安尼站啊，头前无半台车，油门甲伊撞落去，哟，无拍算后壁迄台车对来，愈对愈近。到无偌过时阵呢，插伫伊头前停落来，真正是一个食酒的人。你毋知安怎讲？哦，你们耶稣也会超车。耶稣会不会超车？耶稣不会啊。迄个小魔术听到迄个食酒的人讲咧，耶稣也会超车，伊都火气，哇！毋知要安怎讲，好伫甲伊硬回心咧。了伊讲咧，哦，牧师也会超车，这叫做破功。所以吼，咱伫即种的宗教的中间，无人知影恁是捌耶稣的啦。伫中华中间人讲哦，恁基督徒叫做罗教，罗教后壁叫做死无人好啦。佮讲一步吼，佮讲较现实些，叫什么货？真现实，恁亲像目屎啦，无感情。人哀伤的时阵会叫我卖好，吼，对毋对啦？这是咱中华民间宗教咧看咱，总是伫即种遐尼丰富无共款的宗教中间，咱是毋是应该吼日日逐工起来？我要告白耶稣是我的主，若是耶稣是我的主的时阵呢，任何的宗教的引诱甲迷惑，拢袂影响到我甲上帝的关系。所以，这个是咱今日读这段经文的一项真要紧，因为呢，咱目睭开开就闻到迄个香的味。咱毋知有闻到香无？咱遮嘛有一间庙，有吼。中华教会边仔嘛是佫比恁佫较济。有时阵吼，迄衫吼无法度粘伫路口呢。迄若衫放伫路口吼，拢是啥物味？香味呢？咱感觉香味吼无好，总是民间宗教信仰讲安怎？哇赞的呢！有真侪人即马要休困，拢去日本。日本拢看啥？日本拢看庙啊！咱嘛甲人掠香对拜，到日本的庙洒咧水、洗手，了时阵呢，甲迄个烟安尼去霉啦。亲爱姊妹，恁若是基督徒的时阵，若去参观日本的庙寺的时阵，你要安怎参观？有人伫庙的时阵呢？感谢主，互日本有阮的基督教存在。虽然日本的基督教真少，总是呢，我是用无共款的艺术来参观日本的庙寺。有人安尼无啦？总是你袂使伤过夸张呢。人叫你安怎洗手，你袂使讲袂使，你都唔拍出来。宗教信仰第一项要有礼智礼貌。虽然宗教信仰无共款。总是我告别耶稣是我的主的时阵呢，我会了解这个宗教是啥物种的内容，因的崇拜仪式是啥物货，我爱对，总是呢对的时阵呢，我犹原求主安怎，互我更较开阔的心胸来接纳。若是上帝法度伫日本这种的庙寺放伫遐，为什么咱台湾的基督徒到伫日本参观的时阵呢，无多亲像耶稣迄种宽阔的迄种的心？所以学生告别耶稣是主，伫这个时阵对咱来讲非常的重要。最后一点，耶稣是主。加撒利亚腓立比虽然有人认为耶稣是加撒的约翰，是以利亚，是耶利米，也是先知人的一个，总是学生深知这种的讲法拢不足来表明因所信仰的耶稣。所以西门彼得较坚定告别耶稣是主。他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加撒的约翰是一个先知，
伫圣经甲咱讲，伊咧传扬上帝国君啊，人应该悔改即种的信息，而且伊真有勇气来责备希律安提帕王有关伊的哥哥的太太。总之，亲爱的姊妹，圣经咧讲的先知，毋是先知先觉，毋是咧预测未来。咱有真侪信徒若读到大先知书或者小先知书呢？有一点点曲解先知的角色。先知叫做上帝的代言人。先知分做两种，一种是王宫，一种是伫旷野。行色的约翰，伊是属于旷野这种的先知。你也知影，若是上帝神临到伫先知的嘴的时阵呢，先知爱将上帝的话，甲迄当时的最高的领导者，就是皇帝，爱来讲上帝的话。总是你敢知讲上帝话好讲无？好讲无啦？为什么歹讲？为什么歹讲？同款话啊，总是无错甲咱讲，真正歹讲。因为伫东方的世界，你若批评国王的下场，拢安怎？拢真悲哀。安怎悲哀？圣经甲咱讲，行色的约翰，因为呢，伊有勇气来责备迄个时阵希律安提帕王，即个有关因哥哥的太太的代志。即个希律王见笑转上去，就安怎？甲即个行色的约翰的头安怎？斩头啦！所以要讲起上帝的话。你若无有信心，甲你三甲伫地的时阵哦，你真正无迄个勇气。当然，你想讲呢，若无勇气，无法度讲的时阵，无法用软软来讲，我来巴结王，好无？好无？来，咱来看历史。伫即个楚国有一个和氏璧，伊将伊即个玉仔送互列王的时阵呢，因为伊是和氏璧原则。即个列王讲呢，搞怪啊！你和氏璧，你杀一粒石头来送我，要来甲我巴结，所以呢，你对王不敬。来人啊，甲伊的脚斩伊的倒脚，你杀一粒石头当作是玉来骗国王。总是和氏璧讲呢，王啊，冤枉！这粒真正是好玉，真正是百年千年毋捌看过的玉。总是呢，因为伊要巴结王，所以厉王就感觉讲呢，你甲我讲白贼，欺君之罪。斩你一支脚是应该。后来，这个和氏璧讲呢，哎呀，这个厉王实在不识货，伊阁将这个和氏璧送互武王，结果同款的遭遇。武王讲呢，高囡仔，你这个刁民，你杀一粒石头当作是千年的玉来送给王，你真正是吼！来人啊，把伊的倒脚嘛斩起来。所以，伫历史的中间，你要巴结王，你的下场是啥物货？毋是断脚，就是断手。所以，若安尼看起来时阵呢，咱看到呢，伫行色的约翰伊这项事的中间，咱就看到一个基督徒，你要做先知，爱好好考虑。若是伫咱现在是2018年，伫咱的宗教界有人讲呢，某人廖长老，我是先知啊，今天可以到你们家住个3天，好吗？为什么不好？廖长老，我们很熟我是先知你哪笑？要互我住3天无啦？好不？张老牛，你先过对，我可以住你们家3天吗？谢谢啦，有够赞的啦！我若阁加住4天有要紧无？若1礼拜咧？有够有疼心的啦！无吼，顺续甲你住1个月，敢好？够好的啦！无说甲你讲，迄个时阵。伫耶稣时代，确实有这种。后来先知愈来愈无款。伊讲呢，上帝的话，上帝是临到伫我中间呢。来，咱才有做医生的无？有无？歹势人吼，来，若是我心脏无够力，若是咱中间有一个咧做心脏的，会使请伊讲呢圣神甲我讲，我心脏无够力。敢会使用私底下你甲我装一个电池，毋知好无？会使袂？会使袂？为什么袂使？我无书呢，我神经呢，我先知呢，你为什么不给我装这个心脏的电池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人这样问过你，对不对？因为人甲你讲你神经，你就花一半去。你若无爱，当你的眼神感觉讲呢？
哪有人先知咧安尼讨物件的？当你目睭咧闪烁的时阵呢，先知人讲呢，你没有爱心，你没有信仰，哇，你全盘拢放盘去，任由这些先知人予取予求。咱咧讲民间宗教有迄种诈财骗色的人，伫基督教有无？有呢。所以你若看这个初代教会有一本叫做《12使徒遗训》，这本册咧讲安怎？若是有人自称叫做先知，去恁厝若住4天，你个杀扫帚给伊扶出来。为什么？伫耶稣的时代，有真侪人讲伊是先知。总是咱来知影，先知是上帝的代言人，毋是咧讲上面先讲甲你讲，哎呀，廖长老，你的头毛若往东边，逐工按摩3次，讲哈利路亚，你的头毛会愈来愈济，有可能无啦？你毋知影牧师伫另外一间教会牧会，有一个对中国来的一个西新娘讲，牧师，哇，你遐少年头毛拉较济，我伫中国有一个101生发剂。这是纯的呢，你若伫四面买拢是透100倍，所以你若是逐工当兵，迄个圣山的所在呢，逐工伫遐祈祷按摩7次，一定有效。你想牧师安怎用？我讲若安尼执法的工作不要做啦，因为这天生主人叫做基因，基因会使改袂？会改一袂啦。改咧变做突变呢，本来无代志，结果你若黑白用的时阵变做一个怪物。所以伫这个所在，无需要甲咱讲，先知伫圣经内底呢，伊真特别。当上帝的神、上帝为临到伫伊的时阵呢，伊爱冒着生命的危险，所以这个叫做先知。所以咱中间呢有一种的一个尝试，无论到现时，若是有人讲先知的时阵呢，拢毋免甲伊信道。咱来倒来看圣经。因为圣经甲咱讲，即摆还有先知无啦？有先知无？有无啦？到底有还是没有？为什么没有？为什么没有？因为我们有圣灵啊！咱对9点半手半点钟，咱是呼叫圣神临到伫咱的中间。恁咧呼叫假哦？我讲真的呢，为什么无先知？因为圣神代替耶稣，代替看袂到的上帝，这是咱长老教会真要紧三位一体的一个教义。所以，因为圣神离咱上近，所以圣神直接开拓真理，直接感动你，互你看有圣经的真理，互你听到圣经的话呢，愿意有规律来告别耶稣是主。这个叫做圣神。所以，伫咱现此时呢，2018年呢，为什么无先知？因为圣神安怎取代一切。所以，即摆是圣神上帝离咱上近，所以咱看到伫圣经的中间嘛是安尼。当耶稣渐渐出名了后，希律王伊就掠做耶稣，伊是惊死的约翰对死里个活。所以初代教会教父奥利根伊嘛甲咱讲，根据早期的传说，耶稣甲惊死的约翰生了真成，嘛有人安尼讲，耶稣的老母甲约翰的老母是近亲的关系。佮另外经文有甲咱讲有人讲耶稣是以利亚，是亚利米，也是先知人的一个。咱若看旧约马拉基书4章50，伊有记载，当耶和华审判进前，先知以利亚会搁再来。所以呢，犹太人因咧过节的时阵呢，一定伫因食饭的桌仔中间留一个空位，互以利亚。代表着上帝审判弥赛亚来临进前的前方的位。另外，亚利米伊嘛有同款的象征，伫以色列传说的中间，亚利米伫以色列人被掠进前，伊甲圣殿的约柜藏伫尼泊山的一个山洞内底。听候弥赛亚来临进前，先知亚利米会过来将这个上帝的约柜给摕出来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。虽然咱即摆咧读初代教会历史，总是呢，伫迄个时阵，咱看这学生军队耶稣外国3档半，所以当伊咧军队耶稣的时阵呢，伫因的文化、伫因的传统的中间有遐尼侪讲法甲议论的时阵，咱看到西门彼得，伊真清楚
耶稣的本质，所以伊知影讲耶稣是主，所以伫迄个所在告别耶稣是上帝永远的囝。所以亲爱的姊妹，今仔日咱做一个基督徒，佮读到这段经文，牧师要甲咱讲，无论圣经怎样讲，无论学生怎样讲，你信耶稣是信到什么种的程度？别人咱看圣经，耶稣伊面对着迄个时阵的文化，无论亚利米，无论是先知，无论是其他的人，总是耶稣要问学生：你讲，我是什么人？所以咱每一遍来教会做礼拜，每一遍的礼拜日，你捌想过这个问题无？人讲你是基督徒，你敢是基督徒？你是基督徒吗？是不是？所以有时阵吼，每一遍咱咧做礼拜时阵，对开始的敬拜而乐，开始所有的听词，伊就是咧甲你讲，基督徒重点不在别人讲耶稣是如何是怎样。每一遍来到教会做礼拜、读圣经、吟诗，是要互咱知影我所明白的耶稣是什么种的耶稣。所以今日咱看到耶稣伫加撒利亚腓立比对学生所问的问题，其实这是咱每一个基督徒伫每一遍参加主日礼拜的时阵呢，是一个上基本的信仰告别。什么话叫做信仰告别？当社会拄到某种的议题的时阵，人要问基督徒你的信仰立场是什么话？咱看到顶年有真侪扰乱。那拄到讲同性恋的问题，咱来要问：执事，你对同性恋的看法，你的立场是什么？你捌想过无？你想讲咧，牧师，你莫问我，我即事尔，你问长老。来，咱跳长老，哇，你又是指挥，来，你对同性恋的立场是安怎？哦，毋是长老说咧，歹势，哦，来，好真水哦，我真问是长老，来，有现任的长老无？到尾长老讲咧，你问牧师，啊，牧师要问什么人？问上帝。上帝讲咧，啊，交囡仔哩，你牧师你袂晓回答。牧师毋是咧甲咱讲生笑，世间人用迄个放大镜，台语叫做放镜咧看基督徒。所以基督徒呢，咱要安怎甲人讲呢？我的耶稣是什么种的耶稣？所以信仰告别呢，就是安怎？就是甲咱本身、甲咱四周的人讲什么话？我的信仰毋是阿公阿嬷传互我的啦，我的信仰嘛毋是我的爸母传互我的啦，我的信仰嘛毋是主日学老师怎样教示我的啦。我的信仰是伫我开始会晓读圣经，开始追求信仰，参加教会生活的时阵呢，我伫迄个过程中间，我所清楚耶稣是什么种人，迄个叫做信仰告别。咱若无有即种的觉悟，当人问你讲某人啊，来咱讲一个较无争议，基督徒会使食酒袂啦？可不可以？为什么可以？那肝硬化都是怎么来的？哦，喝酒过量，咱怕不啊？那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呢、啊？为什么不行？啊？为什么不行？污染空气。吼。你拢真赞的呢！咱家己拍破一下。你毋知影即马食薰的人口吼愈来愈低呢？你要怎知影食薰的人？你要怎知影？不用啦，看伊的手啦，看伊的指甲，因为薰有尼古丁啦。你知影食薰食酒的人吼，拢会喷古龙水，对不对？吼，啊，所以你若无食薰的人吼，闻到迄个味，马上就知影，你喷古龙水。换一领衫，莫穿棉质的，我穿丝的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但是你看伊的手若
有人食薰举安尼无？有人食薰安尼举有无？有人食薰安尼对毋对？有人安尼无？啊，有人安尼无？为什么要遐尼侪支？为什么？因为尼古丁会甲咱的手指甲熏黄啦。同款基督徒会使食槟榔袂？咱问这较无争议性的会使食槟榔袂啦？会袂？尽量不要因为你不是开卡车司机呀，你不知道我们开卡车司机多辛苦呢。3更半暝恁咧困，阮搁咧开车呢，对毋对？我们会使食袂啦？会使食袂啦？会袂？那恁安尼信徒，若是咱中间的信徒问讲呢，某人啊，我开车，恁咧困，我咧开车呢。我若时间耽误时阵，搁用扣钱呢。啊，我会使食槟榔袂啦？会袂？你家讲呢，爱十挂，会使袂？来，咱内线挂对。不要过量，可不可以不要过量？不要加料，所以可以吃就对了。谢谢你，阿门。其实咱逐天拢拄着这种的问题，总是你的耶稣是什么种的耶稣？每一个人的耶稣无同款，所以牧师咧讲到，我只有甲咱讲安怎，这是我的分享，我唔敢讲是标准答案。我的耶稣会使啉一点点仔酒。莫过量，若是真正还未信主，你个食薰食条的，你尽量慢慢改，身躯会戒断。那望你莫改，无这肝即马肝癌的人真多呢。咱会使用信用导到他的健康来安尼关心。我的上帝会使安怎飞天正地？我的耶稣无啥物禁忌。咱庙里若是有你的朋友讲呢，廖长老，阮遐咧做酒，啊，阮有办桌，你来食，会使袂？愣一下，会使袂？做酒做酒60年、30年一遍的来，我们这个姐妹，阮有做酒，阮办流水席，因阮厝做好嘢，请你来食，你要去无？要无？有的人有信心，我来食，总是无信心，讲呢，唔通食咧落屎。啊，到底要去无啦？要去无？保罗为着这个，嘛圣经讲安怎？凡事安怎拢通做，无一定有利益，对唔对啦？所以你看保罗的耶稣有好无？万事拢通做，总是无一定有利益，这个叫做智慧。意思讲呢，当咱咧告别咱的信仰的时阵，咱来知影，咱到底甲耶稣是什么种的关系？伫台湾教会伫日本统治的后半期的时阵，台湾教会的信徒拄着迫害。当时日本警察有时阵会问牧师一个听起来真好听，总是呢个真严肃的问题，就是呢日本警察会问牧师讲呢，日本天皇大还是上帝大？当然，伫这种强权统治的下面，你若是讲上帝大，你一定会食真济苦，甚至会乖加一礼拜。不过呢，你若讲天皇大时阵呢，就是违背着咱的信仰的良心。听讲，迄个时阵有惊吓即个强权的牧师，伊不得不用一个投机的回答，伊甲日本警察讲呢，伫礼拜堂内底上帝上大，伫礼拜堂内口天皇上大。日本警察讲呢，袂歹，总是牧师要甲咱讲。这种不是基督徒的信仰告别。基督教不是咧培养咱做一个投机的人。为什么？咱若看到今仔日该撒利亚腓立比，耶稣问学生讲咧，人讲我是一罪，你是讲我是一罪的时阵，咱看耶稣伫这个所在讲西门彼得。哇！你讲了真正确，为什么？因为呢，当一个人若有法度伫强权体系下面，伫主宗教遐尼济的诱惑，甲即个引诱的中间，伊犹原唔惊迄种的引诱，也是强权的迫害下面，因有法度坚定告别耶稣是主，可能有一天。当苦难的十字架来临的时阵，伊才袂安怎逃走去。牧师搁重讲一遍，若是伫现处时，有人问恁讲咧，某人，
你甲耶稣的关系是什么种的关系？当你若真坚定，真正讲呢，无论什么种的积分，无论什么种的宗教，我独独要跟对耶稣，因为耶稣所传的上帝，互我的灵魂体得到满足。虽然我无真好业，总是我嘛无真有才调。但是上帝日日互我的稳定教育我用，我无叛变，就是趁钱。我的囡仔伫世界各国，我嘛无孤单，因为我的上帝真做我上大的瓦壳。基督教特别台湾长老教会，为什么到伫今啊有法度继续咧宣扬？因为早前基督教拢起造伫迄个智美式的形象，所以当这人看无的人，伫迄个强权统治的下面受排斥，互人看无的人，因为因知影因甲耶稣的关系，伊嘛知影呢。当我跟对你，毋是只有嘴咧对，我是用我一生来跟对你。当因有这种的准备，愿意互耶稣来，真正伫我的生命来掌权。当苦难来，当死实来的时阵，伊袂安怎？伊袂离开。伊反倒伫迄个苦难来的时阵，伊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你拣选我，互我呢伫人看无的中间。因为有你甲我提高，互我的生命得到改变。台湾人咧讲，人死留名，好死留皮。咱诚侪永福教会基督徒，你伫死后有啥物值得人笑念的无？有无？你捌想过无？若是即个时阵，咱讲道讲了，牧师祝祷了时阵呢，咱的天大开，哇！永福教会的信徒，今仔日恁的敬拜，我欢喜。这个时阵，全部拢对我来天堂。恁要去无啦？哈？恁捌想过无啦？有一天，你知影吼，上帝他会化身。那如果今天我们哇，真正够感动，大家感动，天开，只有恁永福教会的信徒，恁要对无？袂请举手。偌好，恁拢无举，无举手是安怎？心无变吗？水总是吼主什么时阵要来，无人知，因为无人知，咱那时准备搁准备，因为你毋知耶稣什么时阵要来，所以机会是互准备的人，对毋对啦？所以为什么爱圣神伫咱的中间，互咱属灵的目睭搁一遍吼切互清气，互咱属灵的耳孔，互咱的鼻仔，互咱的嘴，互咱全身全部拢备办搁备办。因为当耶稣来时阵，亲像贼，伊无互你时间搁咧选择，无，因为无，所以咱来活出真积极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。若是耶稣伫世间怎样做，我就要跟对耶稣的脚步。耶稣安怎行，我就照安尼行。虽然世间看我做戆人，总是因为上帝看我最好。这个叫做信用个别，这个叫做耶稣是主。愿咱互相激励，互咱2008年永福教会成做咱彰化地区一个阳光日耀人的一个大教会。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感谢你，成做阮日时的帮衬甲我靠，也是阮的关怀甲困难。有你，阮一切拢安稳自在无惊。虽然阮徛起伫这个社会，有现实的强权咧压迫阮，有真侪宗教咧引诱甲煽动，互阮离开你。总是有你的同在，阮就有气力来告别。你是阮的主，我无欠缺一项。愿阮这个时阵伫你面前所做的信用告别。愿阮所徛起的所在，互阮成做一拍光灯，为你来发光。祈祷靠耶稣名来求，阿门。
愿圣神亲自感动，互咱心相信，喙承认，然后咱会当讲耶稣，你是基督，是真活上帝的囝。这是咱来做阵来吟圣诗第533首。我真爱讲这故事，我真爱讲这故事，天顶奥妙的代，论主极大的荣光以及伊大仁爱。我真爱讲这故事，因为我知事实，互我心安兼知足，赢过芳华之蜜。我真爱讲这故事，上天也讲这故事，永远深深的故事，少年听我的主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我真爱讲这故事，天顶奥妙的代，论主极大的荣光，以及伊大仁爱。我真爱讲这故事，因为我知事实，互我心安兼知足，赢过芳华之蜜。我真爱讲这故事，像你也讲这故事，永远深深的故事，少年听我的主。我真爱讲这故事，若想若有滋味，世间万项所不同，当作甲这画面。我真爱讲这故事，对这首大感激，所以我所见过，望恁来得理解。我真爱讲这故事，像你也讲这故事，永远深深的故事，少年听我的主。我真爱讲这故事，亲像家己的声，若歹若想若出味，若讲也若好听。我真爱讲这故事，世人真多袂听，上帝圣经所记载，福音救人的声。我真爱讲这故事，像你也讲这故事，永远深深的故事，少年听我的主。我真爱讲这故事，虽然听到谢谢。犹原那样那嘴大，因无爱听高见，到底阳光的所在，在天顶的时，也是纪念这故事，救主你来无边。我真爱讲这故事，像你也讲这故事，永远深深的故事，少年听我的主。请坐。这是咱做阵来回应上帝的听，咱三甲来奉献。
会长请起立。会长请坐。下面我简单来报告。自会甲圣工的分担，请咱家己来看。消息通知：本会消息，本主日是国内外宣道奉献主日，中会传道部交换讲台，中华教会林教宏牧师受派本会。请咱鼓掌来感谢。王牧师受派中华教会。今年推动的事工的总预算是2205万，请兄弟关心大岛奉献支持。第二是真重要的，就是咱下主日吼，咱要召开会员好会联合礼拜，愿主感纳咱2017年的事工。所以今仔日咱会当将这本好会手册吼摕转去看。然后会记哩，咱后礼拜会记哩早来吼。搁有就是，咱若无法度来出席的，后礼拜无法度出席的，请咱袁长老、袁志煌长老请假，也是办公室来请假。伫会员好会了后，咱有要举行各团契旧历年前的大摒扫吼，请咱家己来看咱各团契负责的所在若会当的，请家己摕遐个清洁用品来教会。然后遮一寡事工、一寡消息，就因为时间的关系吼，咱就家己来看来注意。然后出席甲奉献的报告，请咱家己来看。若有错误的，请过价也是出入来订正。以上的简单报告。接下来，咱要搁来吟圣诗第538首。圣诗第538首，我心大欢喜，主踮身边。虽然伫世界，哪准伫天？做上帝服事，满心欢喜，救主用宝血洗我清气。但我爱报扬弥日俄勒，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。但我爱报扬弥日俄勒，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，吟诗煞，请林牧师祝祷。为我
恁当平平安安出去。我将恁交伫上帝稳定、慈悲、甲保护的圣手。愿全能的上帝、爸囝圣神的稳定伫恁甲恁三甲之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列岛避讳。